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也感谢咱教会有这个幸福小组，有我有这个机会来熟悉这个值得咱倚靠奇妙恩典的上帝，来做我生命中的救主。这是我一生中有我上大的祝福。信主受洗了后，我内心非常的渴慕，会当倒来进一步熟悉咱的主，感受咱主耶稣基督的疼痛。我内心嘛感觉非常的荣幸，会使加入咱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。牧师、长职，咱这同工，专心专意来为咱教会服侍，提供遐尼好的资源来牧养阮这的初信者，我内心非常的感动。除了参与这个交通的服侍，我家己嘛感觉讲，也有淡薄仔气力来做其他的服侍。加上咱小组兄弟的鼓励，我嘛选择来加入咱中保大道这个团队的服侍。感谢主，伫今年的5月初5，咱的祝福宣告的车派礼，其实我内心有一个念头啊，夜都已经到啊，食薰食40年啊啦。我嘛相信讲，咱主耶稣啦，无爱讲有一个有食薰的人，满嘴芬味的人，伫这神圣的基督城来做服侍。感谢主，互我信心，互我气力。我嘛有写代祷卡，请这个代祷团队替我扶持代祷。感谢主，赐我信心，赐我气力。当然，食薰食40年啦，讲袂艰苦，迄拢是骗人的啦。拄开始迄1、2礼拜，确实有影真艰苦。每当我有想要食薰的念头，我就诚心甲主耶稣祈祷，求主耶稣赐我这个信心，赐我这个气力。也感谢咱代祷团队的扶持代祷，感谢主怜悯医治我，互我这个无好的习惯。我的脾气会当得到足大的改变。其实我内心嘛期待我的厝内底的人，我的亲戚朋友，会使看到我的改变，肯定我的信仰，来信主洗礼，成为上帝的囝儿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感谢主，真正互我改分成功啊！从这束缚捆绑我40年，这个无好的习惯彻底解除。食薰真正个人怨啊，有100项歹，无一项好。我嘛期待咱教会也有食薰的兄弟，会当甲我同款，咱早一日从这无好的习惯来改掉，甲我做伙同享平安、喜乐的新的生活。伫8月初，我无意中发现我老后者感觉过样啦，去诊所求医呢，初步的诊断，医生也讲是迄个唾液腺的肿瘤啦，也有开转诊单，建议我去市立病院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扫描。伫这个看报告的时间，我心内真正百般的无奈啦。因为我好无简单，有这个牧师甲一丁长老，互我这个见证分享的机会，甲幸福小组同工的服侍。到今年的中秋节，我大汉后生要入马来西亚来咱台湾旅游探亲，我心内想，请上帝要伫这个时阵，互我这个考验。我无法度，我只有选择勇敢的面对这一切挑战。
我不断的祈祷，我嘛有写代祷卡，请咱的代祷团队为我扶持来祈祷。感谢主，检查的报告呢是一般的结晶尔。哦，感谢主。这无啥物生命危险呢，只是讲医生讲看我家己时间啦，这无治疗嘛袂要紧啦。你也要选择伊甲伊平安过一生，这嘛袂要紧啦。哦，但是我嘛会选择讲我安排一个时间呢，来做一个简单的手术治疗。即届经验了后，互我感觉讲，我只要拄着啥代志，我只要我靠咱的上帝，我只要诚心祈祷。我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。阮工厂的会计是中兴教会姊妹，伊请咱富强教会有这个代祷的服侍，爱我斗3工提供这个代祷卡，互咱的团队会使替因大汉后生来祈祷。因大汉后生伫国中3年的，就得到这个白血球病，就是咱台语俗称的，咱台语一般讲的肺癌嘛。4期求医治疗吼，医生嘛拢无法度，爱因厝内底人做好这个心理准备，状况真无乐观。感谢主的怜悯，目前伊的病情已经得到真好的控制。家属嘛足感谢咱代祷团队，爱我转达感谢的之意。相信照着伫这基督室的服侍。圣神嘛咧调整、帮赞、祝福我的生命，也求主赦免我一切知影也是毋知影的罪，饶赦过去我所犯的罪过，会当互我早日成为主所欢喜、使用的器皿。而且也诚心期待咱拄较济的兄弟来加入咱中保大道的团队，咱大家同心合力。做伙来服侍，来分享主所应允咱的迄个恩典、迄个欢喜。最后也感谢牧师甲一丁长老，互我这个见证分享的机会。愿将一切荣耀献给上帝，哈利路亚！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合家平安，多谢，谢谢。感谢主哈，咱。像文兄，你敢有法当想象讲，伊生了也无一冬吼，有主的疼激励就有改变。是时间的关系啦，我知影讲，伊吼少年就去马来西亚做工课。迄阵吼马来西亚有人甲引带去信一罐刀。迄阵信啊足真哦，你看伊的讲的口才，你就知影讲吼，这毋是普通的人物啦。佫带因太太甲囝去入一罐刀，但是无拍算讲伊倒转来台湾哦。伊讲安尼我无爱去遐，我要来信耶稣。即马咱退期，倒我是讲这后摆有机会互见证。伊讲换伊要佫倒转去带因太太甲囝吼来信耶稣啊，你就对啦吼。真正是无简单，上帝互伊即条路吼，毋是讲安尼简单就过哦吼，真侪冤冤伊的口才甲伊安尼真有信心的些见证。我想对咱遮的会友有足大的鼓励。来，咱时间的关系，第二，咱要邀请嘉怡哈，嘉怡来做见证，来拍拍欢迎伊来，周嘉怡哈。牧师，各位兄弟平安。我实在足紧张，而且我的台语也无啥好，所以小等的台语国语穿插，大家会再包涵一下。我接到一针长老的电话，希望讲我来做见证。其实我足惊吓的。毋过，阮先生随便伊就甲我讲，伊讲吼，以前的人看会到上帝，即摆的人看袂到，所以你爱透过见证，互人大家知影讲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伊即句话，伊嘛鼓励着我，我就甲家己讲吼，爱刚强壮胆，爱有勇气。感谢上帝，互我今仔日徛喺遮，互。会当甲兄弟姊妹来分享遮尔好的上帝伫阮厝当中赐下的恩典。阮
去年年底的时阵，阮甲阮先生就讨论讲想要换厝。那买厝是一个大代志，所以讲阮就甲即件代志放在祷告当中，阮就为这代志直祷告。啊嘛感谢上帝，伊的祝福，互阮找到一个做舒适的徛家。这是伊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。啊，阮买着新厝以后，阮就拍算讲旧的厝、旧的房子啦，旧的厝是毋是讲吼，爱安怎处理？啊，阮就讨论讲会当吼，家租出去。对，啊，租出去拄啊好诶，租金会当交阮的贷款安尼，啊拄啊好，阮就安尼拍算。啊，一个月过去啊，2个月、3个月，来看的人足少诶，5个钟头啊转会出来，无啥物人来看。啊，4月底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就来看厝，伊就讲伊想要甲伊爸母斗阵住安尼。啊，伊看，伊感觉讲袂歹，伊就出价啊。啊，阮先生随便伊就甲我讲，伊无想要租互伊。啊，我听着就要生气啊！我想讲，这无简单，已经有人来看厝啊，安尼。啊，你阁遮尔惊人客。啊，阮先生哦，就足气魄的，就甲对方讲，无你要去别位看卖无安尼。所以伊个年轻人伊就走啊安尼。啊，后来我有甲阮先生讲啦，讲咱吼既然来看厝的人遮尔少，咱就莫伤惊人客安尼。啊，回过头我有甲伊个少年人联络，我就甲伊讲，我们可以租给他。不过这个年轻人他就已读不回。啊，我就想的讲，是毋是神吼想要透过这件事情来甲阮讲啥物物件安尼？啊，后来我就是写个带导卡，因为我家己嘛是中岛带导团的同工，那有啥物大代志，我拢会透过写带导卡。啊，感谢教会，就是有这一群遮尔好的带导团队安尼。啊，透过带导卡，我相信讲神会来成就这个事情。啊，果然上帝伫这桩代志，伊大大的做工。因为阮旧厝吼，买甲买无2年的时间，啊，若讲吼要卖出去，就是即马政府会课的房地合一税，要课比较高的税，所以阮就拍算讲，阮买的价销吼，比即马实价登录较悬。啊，阮有委托2间中介卖。啊，中介伊听到伊就讲，哦，买这价销吼，足有难度的，吼。啊，有一间伊就甲我讲，阮咧共个社区，吼，有一间卖1年阁卖袂出去安尼。啊，紧是紧啊，啊慢吼，1年2年卖袂出去的嘛有。啊，阮甲阮先生就拍算讲，厝遮尔歹卖吼，啊，阮爱有心理准备啦，至少爱等半年吼的时间。啊，阮已经做好这准备安尼。啊，我感觉讲上帝的稳定，就是奇妙的安排吼，毋是一般阮会当想的。啊，奇妙的代志就出现啦。3个礼拜过去了，啊，中介伊就打电话互我讲，有一对翁仔某伊为台北落来，然后伊看过阮的厝，足介意的，伊有出价啊。啊，伊出的价销吼，甲阮想要卖价销，敢差50万尔，吼。啊，我想讲50万吼，是说多也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那若是讲对方吼无法度，伊阁甲价销添入去，那我有准备讲，阮就吼降价求售这样子。那我也想说，应该买主就是这对夫妻安尼。啊，结果隔工，中介阁打电话互我，伊就讲，阁有一个吼，另外一对那个夫妻，他也很喜欢我们的，就介意阮的厝安尼。啊，伊嘛知影讲头前已经有一对翁仔某已经出价啊。
啊，伊就甲介绍搁添落去，吼，搁较悬的介绍，啊，伊的介绍，甲阮拍算讲要卖介绍，敢差20万啊，就越来越接近这样子。啊，因为伊也意愿很高，啊，后来中介就约我们出来，啊，过年间，我本来吼拍算讲要降价，啊，隔天，这对夫妻，他就把介绍加阮拍算要卖的介绍，所以阮一箍嘛无降，这是新的稳定。那中介事后伊嘛甲我讲，伊讲阮甲阮先生实在吼足幸运的，阮卖厝吼嘛足幸运啊，买嘛幸运，啊卖嘛是拄着遮尔好的人客，啊伊讲其实靠因家己的吼努力是无够的，因为伊嘛爱拄着对的人客，但是讲这人客无对，啊介绍差足济，伊吼叫伊安怎吼把介绍叠上去嘛，无可能的，对哦。啊，我想这就是新的安排，新的稳定伫咧当中，而且伊当阵我有写带导卡，嘛是中保带导团的同工伊的努力，所以伫即桩代志，拢看会到新的稳定伫咧当中。啊，搁较奇妙的就是讲，阮厝吼成交以后，伊个少年人进前讲要共租厝个少年人，伊就回复我讲，你个厝敢有伫咧租？啊，想讲已经租出去啊，啊，即届就换我已读不回啊，对。啊，伊其实吼，伊个少年人若是讲较早的，吼，伊讲伊要租，阮可能就会租互伊啊，对。啊，即摆吼，啊，阮嘛无可能去拄着讲即对翁仔某。那神就是安尼，就像我拄则讲，伊的安排就是出其不意，刚刚好伫咧即个时间有两个翁仔某安尼介绍差不多，然后形成竞价的一个结果。然后阮的厝毋是讲全社区屋况最好的，毋过成交的价格是全社区上悬的，感谢主啊！我来这教会无偌久的时间，一直想要讲做服侍，毋过有当时想想的嘛，毋知讲会当做啥。啊，阮先生就鼓励我讲，你会当去加入中保带导事工的工课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嘛无啥会晓讲话，嘛袂晓祷告。啊，毋过一真长老吼。伊第一届伊就甲我鼓励，伊讲咱祷告室祷告，毋是讲你偌会晓讲，像我讲啊结结巴巴，嘛毋是讲你讲啊偌厚，上帝是看咱的心，嘛毋是讲吼比业绩，看今仔日吼像带导的较济安尼，拢毋是，伊是看你的心，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，上帝伊拢知，所以感谢主。那我即马若讲生活当中有拄着啥物问题，还是我的身躯边的朋友有啥物问题，我拢会写带导卡。我嘛鼓励大家会当写带导卡，因为带导卡就亲像讲高铁，咱大家拢坐过，高铁到台北有那个直达车，也有那个站站都停的，就亲像讲吼，带导卡就亲像讲咱甲神沟通的直达车。所以我嘛希望讲，搁较侪兄弟会当加入咱的中保带导的事工，吼啊感谢欧龙。那约翰福音第12章20、60有讲，若有人服侍我的爸就会尊重伊。啊，感谢主，我嘛感谢牧师甲一真长老，谢谢，感谢啊欧罗赞美上帝，爱甲一切灵光拢归乎伊，感谢。多谢，拍鼓励，鼓励。